总统大清电伫团结国家第4讲指出讲，在野党冻结台江国防预算，影响国际视听。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郭立言昨暗出席美国249周年独立纪念日庆祝酒会时，致辞就强调讲，伊毋望台湾朝野的政党会当来支持国防预算。那边今仔嘛回应表示讲，伊一向拢有支持国防预算，批评赖总统生话。 美国在台协会初二暗举办美国249周年独立纪念日的庆祝酒会，主题结合棒球。AIT 处长郭立言致辞的时阵强调讲，美国赢，台湾嘛赢，美国袂放弃对台湾长期的立场。另外，郭立言嘛表达对台湾国防预算的关注。 As Taiwan continues to work towards increasing defense spending beyond 3% of GDP this year, we look forward to further investments, both in traditional military deterrence and societal resilience. And just as spending for Taiwan's defense has strong bipartisan support in the U.S. Congress, I fully expect Taiwan's political parties to devote the resources needed to maintain peace. 郭立言希望台湾朝野政党会当支持国防预算。不过，总统也强调，顶一日伫咧团结国家第4讲，讲到在野冻结甲台国防预算，影响咱国际上的名声，是引起南北反弹。国民党批评这毋是事实，指控赖总统黑白喊。民众党团总召集人吴国昌强调讲，绝对支持国防预算。浅见国造一次8艘，你总要第1艘海测成功了以后，剩下的一半再解冻啊。 结果，民进党政府竟然拿他们自家立委赞成删除的，他们自家国防部部长同意冻结的，现在以团结为名啊，来对在野党发动攻击啊！整体的国防预算提高，朱立伦主席他也已经公开说了，提升到3.5%，也是国民党这边可以来支持的。他们只会口口声声喊爱台湾，但实际上的行为，我认为跟他们所说的真的差别太大。台湾持续提升国防战略，国造舰南海军号初3展开第3届铺航的测试，请真侪民众来港口看。不过在测试的过程当中，却是有渔船违规走入来管制区。 很期待，就是说，拐11这一艘可以顺利的完成测试，然后加入到我们这个捍卫海疆的这个行列。海军号要并完成铺航的测试，导入后一个阶段潜水的潜航。不过专家观察，海军号这个出海测试要是无启动主机，在测试的过程中一路用电池来推进，不是不可能但是呢，你必须要考虑到电池电力耗尽的时候呢怎么办专家讲，各国柴油舰舰运作的时阵，铺航会甲主机开开，甲目的地充电。希望待阵后一届测试，海军号会当启动主机，消除外界疑虑。记者综合报道。